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通伫2019年新的一年的一开始，伫第一主日，咱大家组织伫教会三角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咱要开始分享的大声，咱都再一次同心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引带。互阮通经过2018年，进入到第2019年，阮将阮的教会摆咧伫主你的手中，因为淡水教会是主所设立的教会，只有上帝亲自掌权，阮才有法度行头前的路。恳求上帝你来引带带领阮，嘛互阮会当谦卑来甲主相同行，互阮伫今仔日。无论是主日的礼拜，或者是等的新任首长的就任，包括下晡的中执会甲小会，大家拢通伫上帝圣神的同工中间，通得到上帝你的祝福，嘛，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互阮的国家，互阮的社会会当徛在。伫上帝所创造的尊严的中间，互台湾成做是上帝的国，互台湾通成做上帝所固守的所在，互阮大家无论伫日常生活，或者是伫信仰生活的中间，拢会当活出上帝的创造，有尊严，伫每一日来为主做见证，愿主教阮三角伫底。当阮从今仔日的主日。摆咧伫主你的手中，也看过今仔日伫厝休养，或者是伫因为气候因故脱外无法度来到伫教会的兄弟，拢得到上帝的看顾。愿恳求主你的圣神嘛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伫今仔日，咱也照教会的节期，拄好，今仔日是教会全世界普世的教会内底是主显节。主显节也正拄好是伫正月初6的这个日子。我想今仔日真要紧，咱要透过申命记甲约翰福音书。来做伙分享，做伙来勉励。伫主显节的中间，嘛代表讲，伫咱2礼拜前完成圣诞庆祝的主日了后，今仔日会当讲是小圣诞，代表讲今仔日耶稣拄出世的这个细汉婴仔，伊会当互外邦人来看见，也就是东方的博士。所以，通过伫即款的分享的中间，咱会当真感谢上帝。特别伫即段时间，咱的曹长龙兄弟，伊将伊的画作品来放伫咱马街街2巷的巷仔口，互真侪人有即个机会，通看见着讲耶稣降生即个真要紧的即个事迹，通过安尼来纪念。耶稣降生的好消息，所以通过安尼，伫今仔日的礼拜后，咱也准备要来完成伫圣诞节期才会布置，包括讲台后壁这幅图，咱要来收起来，嘛包括伫马街街2巷曹长龙兄弟伊的分享，咱嘛要来行义，互伊会当有搁做搁较完整的修整。通过安尼，互咱通过伫圣诞节来搁较认捌上帝的疼痛。所以伫今仔日，伫全世界普世的教会，无论是基督教的教会，或者是伫天主教的教会，包括东正教的教会，拢一直用着主显节来纪念耶稣的降生。特别伫约翰福音书第1章14节，咱会当看见着今仔日的这段经文，伊安尼讲，伊讲。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个荣耀
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所以伫今仔日主显节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关键，就是透过耶稣伊的显现、伊的启示，来互咱知影讲，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伊要将咱对罪恶中来拯救出来。所以通过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我想上帝安排真要紧，因为拄好咱伫每一年的主日，咱拢会通过第一个主日来举行新任首长的就任式。既然耶稣伊透过伊的显现、伊的启示，互咱知伊是上帝的囝，那安尼咱做一个基督徒，特别伫教会中间担任干部的当工，就爱更较清楚。真做一个干部是上帝所竞选，真做一个干部就是透过上帝的竞选，要互众人通过伫恁的启示、伫恁的心上所看到的显现，互人知恁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当恁的服侍会当来将上帝的公义和仁爱显现出来的时，就是要来影响。包括邀请更较侪的人会当委身伫上帝，来认同伫教会。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我用2段的经文，大家真熟的经文，互相来分享，互相来勉励。期待每一位新任的首长会当凡事用信仰来做出发。这嘛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2019年，咱要做伙学习的功课。伫今仔日第一位的圣经记载伫《申命记》第6章的第5节。牧师邀请咱再一次拍开你的圣经，咱通过伫今仔日的圣经，咱做伙来分享，做伙来勉励。《申命记》6章第5节。《申命记》6章第5节。我要邀请咱做伙大声用台语和日本大声做伙，咱三角来共读，请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想这段经文大家拢真熟，因为这段经文伫每一次咱咧读新的诫命的时阵，咱拢会读到这节。总是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咱以往拢会真努力去解说讲，咱着怎样来去听上帝。伫经文的记载中间，咱拢会认为讲，要表达听上帝，着爱有完全，无论咱的心灵，着拢爱有即款的表现。总是咱得定心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咱会发现着讲，这段经文。伊邀请咱做伙去思考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咱敢有对上帝有认同？认同上帝这个动作，真做是咱现在身为一个基督徒，特别身为一个台湾的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功课。就那亲像，咱爱去问咱家己，咱伫人生的中间，伫生活的内底。咱所认同的对象是啥物？等下到伫出来记，我想咱得再一次复习，为什么要出来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出来记？因为因要去拜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到底是几罪？我想通过出来记。上帝不断通过先知来甲以色列百姓讲：“我就是耶和华。”通过安尼，百姓来认捌因所要拜的这个上帝叫做耶和华。所以摩西来真做是一个中保，带因到伫西奈山骹，伫遐来甲上帝建立关系，伫遐来立约。通过安尼来，互百姓清楚知影讲。原来今仔日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要认同的对象是耶和华上帝。通过安尼，伫认同这个上帝的中间，来建立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就是爱听上帝。
这个信仰一个真关键，在百姓生活的动作中间，就是爱对上帝有认同。但是伫这个认同的功课内底，对着以色列百姓，因有真侪挑战，真侪伫这个出来及其的过程中间，不断的学习。因为当因拄着困难的时，因来埋怨上帝；当因无水通啉，当因无肉通食的时，因伫遐来咒惨摩西。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会当看见着讲出来及其特别来提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这个上帝就是耶和华。当你敬畏这个上帝的时，你就会来信任上帝的奴仆，也就是摩西。通过安尼来建立伫一个以色列社会一个真要紧的耶和华崇拜的这个信仰。但是这个信息由倒来到伫咱现主时，咱家己的信仰生活的时，咱来问咱家己，咱的信仰的认同到底是几最？我们所认同的到底是什么？对你个人的信仰就会当有基本的了解，尤其伫你的日常生活中间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伫过去，我有机会伫总会服侍。我伫总会服侍的时，伫迄10年有宣教的计划，宣教的计划有6字，这6字叫做认同、委身、甲成长。但是迄当阵对我来讲，我一直无法度去思想讲什么叫做认同。但是一直到伫最近，我有法度去理解，认同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特别对去年，咱对11月份开始，伫真侪议题开始讨论认同这个主题，无论是国家的认同、社会的认同、信仰的认同，大家拢咧问讲，到底伫你的生活中间，什么国家、什么的城市、什么的宗教，甲你有关系？也因为安尼，咱会当去知影讲，原来透过认同所建立出来迄个信仰的价值观，会来成做咱伫日常生活所表现出来迄个思想甲规律。也就是伫你的生活、伫你的语言、伫你的行为的中间，会甲你认同所产生出来迄个价值表现出来。换一句话讲，人若无认同，人就无信仰；人若无认同，人就亲像浮萍共款。什么叫做浮萍？浮萍就亲像伫水面咧浮的迄种植物共款。水往倒达流，伊就往倒达行。所以真容易，互人用着话语，用着欺骗，用着真侪技巧的方式，互人拖咧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现在的社会甲教会，包括伫工作的职场内底，对。大概3年前开始，美国的选举选煞了后，咱会当去承认讲，全世界即马网络的流通真大的情形内底，真侪遮的国家安全的问题来互咱思考。当咱听到假消息的时阵，当咱听见到假新闻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款的思想？什么款的规律来去回应和看待？换一句话来讲，咱唔通亲像浮萍共款，人一甲咱放话，就受到影响。咱的生活爱建立伫信仰的基础，也受持思想的中心。对着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就是耶和华，
也就是爱以上帝做中心。伫最近，牧师的 Facebook 顶面一直拢咧流传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互我看了，我感觉足恐怖。特别我徛伫做一个牧师的顶面，我无法度去理解，嘛无法度去想象。既然伫中国河南的这个所在，伊要求教会都爱甲10条戒第一戒来甲伊摕掉。我要请教大家，10条戒第一戒是啥？除我以外，唔通有别个上帝。因为国家领导人看这句，伊看了真无欢喜。伊要求教会都爱甲10戒第一戒除掉。我徛伫一个牧师的立场，我感觉这是非常可怕的代志。一方面，这是破碎教会甲基督徒的认同，无法度有正确的信仰思想甲规律。一方面，咱会当看见到有人伊咧制造偶像化的建立，通过安尼，互人活伫骄傲甲对立的中间。所以，请咱大家会记住，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记载伫《申命记》第6章第5节。申命记就是摩西要带百姓入迦南地的时，再一次提醒百姓讲，真正的救主上帝就是耶和华。今仔日若无耶和华上帝，咱拢是 nobody 啊，咱拢是无名的小卒仔尔。今仔日若无这个上帝，咱就无才调继续领受上帝对咱的应允，成做大国，大有名声，互众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各位兄弟，申命记就是提醒百姓唔通忘记这上帝，唔通忘记这信仰的认同，唔通亲像伫旷野共款，只有用家己做中心，伫遐不断抱怨、不断攻击、不断背逆，透过安尼，完全无法度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伫今仔这个经文中间，我想伫遮来提醒所有新任的首长。今仔日恁会当做圣歌队的队长，恁会当做团契的会长，会当做小组的组长，绝对毋是恁的人缘，绝对嘛毋是因为恁有背景，绝对是上帝的拣选。每一个新任的首长，伫上帝的拣选内底，爱以上帝做服侍、思想和规律。所以伫今仔这个经文，甲咱提醒，你爱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就是完全去认同上帝。伫上帝的面头前，你家己是无完全任何的保留。只有听上帝的话。各位兄弟姊妹，伫遮牧师需要用着社会议长的权柄来提醒所有的新任首长。等下就任了，2019年教会的团队就成立。新任的首长要打合教会的小会，打合教会的中执会。伫遐有正确甲好势的配合，有些人会认为讲，我的团契、我的小组爱有创意，我有我的方式，我有我的想法，所以毋免甲我管。但是我爱甲大家讲，当咱大家徛伫上帝的面头前，伫遮誓约的时阵，你爱为着你家己的行为，上帝来负责。尤其当你拒绝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上帝的事，
第二个经文记载伫约翰福音书12章26节，邀请咱做伙都拍开咱的圣经。约翰福音书12章26节。台语圣经121面，咱来显着咱做伙来读，请。人若服侍我，就着缀我。我所伫地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要对重伊。各位兄弟姊妹，这段经文重新再一次唤起咱。认同的信仰，爱对心来产生出来。这个意思，伫约翰福音书就是来提醒咱，只有将完全的性命献给上帝，人才有法度得到荣耀。耶稣伫面对希腊人的对话的中间，来指出，伊需要死，才有法度将上帝的荣耀呈现出来。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如果咱若对照后续的27节到伫这个36节的中间，咱会当看起着讲，当耶稣讲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意思就是讲，当我伫光的内底的时，对我的人同款拢伫光明的中间。侍奉耶稣基督的人会亲像耶稣同款，伫真理的道路内底，毋是伫罪恶的深渊。各位兄弟，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嘛是再一次来提醒咱新任的首长，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爱用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毋是只有嘴相信，内心却拒绝。真侪基督徒的毛病就是无法度甲信仰、甲了解来一致。简单来讲，有当时咱会发现着讲，有的人，伊真需要一个身份甲地位，伊需要来满足家己，却无法度来荣耀上帝。总是伫今仔日这个机会，我要勉励所有每一位新任的首长，包括所有的长老甲执事，我活着是为了侍奉，咱活的。是要为着侍奉，是要为着荣耀上帝。所以通过今仔日的经文，这个观念永远期望放伫你甲我的心中，互相提醒，甲互相来勉励。真侪时阵，咱拢袂记这侍奉是和上帝有关系。真侪时阵，咱拢会听见到真客气的决定。就是我要退出，若无安怎，我就无爱做。但是对照约翰福音书12章26节的经文，我伫倒，跟对我的人嘛伫倒。当你无法度甲耶稣基督同心的时，你又搁怎样会当加做耶稣基督的奴仆？身为淡水教会的牧师，徛伫这个位，加加减减就爱去捌马介牧师的故事。马介牧师的故事有2个故事，我感觉真趣味。这2个故事来甲咱大家做伙分享。第一，马介的日记内底真无聊，伫伊的日记内底，敢若会写讲落雨、落雨、搁落雨。咱看见着讲马介一日到暗，就讲起着淡水一直咧落雨。伊来到伫淡水119天了后，伊才有法度去建立教会。然后去建立家医馆。
对着我一个南部囡仔来讲，看起落雨，我就非常的压杂。我来到伫淡水第一个冬天，我找伫房间内底开即个暖气炉，吹到伫我的正手的手翘、皮肤拢烫伤，因为我已经毋知影啥物叫做寒，已经寒到毋知影啥物叫做寒。当我做一个牧师，看起着落雨天，礼拜的兄弟无法度顺序来到伫教会，心情迄款的沉重，迄款的压力，是所有的中级无法度去了解。但是当读到马该的日记到遮，一直讲起落雨、落雨再落雨的事，互咱去想起着，咱毋通袂记即云上的太阳。我们不要忘记，在云上还有一个太阳一直停留在那边，保护着我们。感谢主，我即摆会当接受淡水的蒙蒙啊雨。第二个故事，讲起着马该牧师，伫1895年，伊转去加拿大第二次度假的时阵，当听见着日本政府要来到伫台湾来管理的时，伊带着伊的全家，包括咱教会的该瑞廉长老，对加拿大转来到伫淡水。当逐个人甲伊口劝讲，毋通转去台湾，台湾迄是一个战乱的所在的时，马该牧师讲，阮毋惊，因为阮的信心永远伫上帝遐。这两个故事对着我来讲真激励。无论外口的天气都怎样湿甲冷，我拢相信有云上的太阳。无论伫牧会的中间，有人对着牧师有指教，我拢相信望在地上帝。亲像马丁路德讲，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嘛勉励所有的新任的乡长，拄着困难挑战的时，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做伙记得云上的太阳以及上帝的同在。我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提起你的周报，伫咱的周报消息报告，等下咱的联防县长老会伫报告的中间，都再一次带咱来读。伫消息的第二条，也就是伫周报的第4面。我想伫咱的就任式煞了后，教会的团队拢建立起来。伫今年，所有的兄弟，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参与认同甲委身，就是伫消息第2条的第2项，咱要来建立教会生活的铁三角。我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伫新的一年内底，会当有参加一项主日的敬拜，或者是祈祷会，或者是参加一个团契项小组，或者是参加一项教会的服侍，这是教会生活的铁三角。第二，伫属灵生活的铁三角中间，我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每一日读经灵修，每一日来建立基督的生活，每一日固定来参与奉献。我想通过安尼，互咱伫2019年，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咱做伙来努力，做伙来打拼。最后，我要用一张世界名图来结束今日的分享。这张世界的名图，伊的名叫做马背上的这个葛代瓦夫人 （Lady Godiva）。这张图真水，
这个故事爱对1040年开始讲，因为这是伫英国考文垂士的利奥夫里克伯爵所娶的这个太太来描述。简单来讲，这张图的这位姊妹、这位妇人人生了真水、真有气质，却是伊每一日拢安尼真艰苦，看起来面悠悠。所以伯爵看到伊，就感觉讲真毋甘。所以伊的丈夫有一日就甲伊问：为什么你看起来遮尔郁卒？是毋是你的奴仆对你无够好？总是古代话，伊摇头，伊安尼讲。伊讲：遮个百姓的面满面拢是怨恨啊！我为什么我会欢喜？总是伊的先生讲，伊讲。你为着一群无价值的百姓伫遐来忧愁，实在有失你做伯爵夫人的传统。总是这个古代话，伊安尼来甲伊的先生要求讲，遮个百姓已经活袂落，你敢会当减少因的扣税，互因的生活会当更较好？但是这个伯爵讲，我今仔日做政府的官员，我做大官，我当然是爱为着我的国王来负责。为什么我爱对着遮的百姓来负责？除非你好胆，把你的衫脱掉，骑马仔伫城的街仔路安尼说一阵，我就宣布减税。第二日，礼伫古代话。伊个人把伊的衫脱掉，徛伫马的顶面，然后就出官府，伫城市的大街小巷底下咧说。伊的丈夫想要来去甲伊阻止，但是都毋敢开喙，只好就马仔徛咧对伫伊的太太后壁，然后伫遐来甲伊关心。总是这个真水的妇人人。就算无穿衫，但是所有城里的百姓，拢门关起来，目睭暗呢，拢无人想要去甲伊偷看。伯爵就甲伊问：你太知影讲，因值得你冒险，无穿衫，骑马伫街仔路安尼行？总是礼伫古代话，伊安尼讲，伊讲。一个人若真心想要共斗骹手，就袂去想要爱人怎样来甲伊回报，敢毋是？所以伊的先生受了感动，就来将城市遮的扣税全部减少。几年后，英国一个真出名的画家叫做约翰科里尔，来将这个故事画做一幅图。这个画家。伊画这幅图了后，伊来做一个记录。伊讲，真正的高贵是心中明白自己该去救济他人时，就勇敢去做，而不会过多考虑他人是否会因此而感恩，更不会因为他人的回应而改变初衷。所以这幅图一直到伫现在伫英国的考文垂士博物馆收起来，然后嘛真做是考文垂士这个城市一个真代表性的一幅图。这幅图来提醒咱，假好，假好伫咱华语的意思叫做伪善。假好就算搁较怎样包装了搁较水。时间的考验，拢会当互一切的真相来明白出来。古代话伊讲，只有真心为人，才会获得别人的真心。用信用的话来讲，哪里有爱，哪里就会有上帝。我想我爱感谢，今仔日要落任的同工。过去一年，恁的服侍，互所属的单位真做教会的帮衬。我嘛爱祝福准备要就任的同工，
未来咱要做伙服侍上帝，伫同工甲分工的下面来活出上帝对咱的拣选。最后，我嘛要邀请所有兄弟姊妹，为着牧师、为着长职、为着所有的新任首长来祈祷，互淡水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拢会当伫信仰来做出发，亲像耶稣来甲圣神做伙同工，充满信心、勇气、智慧，尽心为主来服侍。